女性有咗性生活咧，好容易會出現一啲外陰嘅反覆瘙癢，咁就要記好一味藥啦。即係女性一旦有咗性生活之後咧，難不免下邊咧會出現一啲瘙癢難忍白帶多或者私處咧有一股臭味魚腥味咁底褲咧成日濕立立咁呢啲情形咧，千祈唔好用手去拗佢，亦都唔好咧去用熱水去渌佢，更加咧唔使嘥錢去做咩紅光臭氧你只要咧記好呢個實用嘅藥，就係複方黃柏液塗劑。咁對於女性咧常見嘅霉菌性陰道炎細菌性陰道炎或者滴蟲性陰道炎以及咧外陰濕疹引起嘅各種瘙癢咧，都可以用佢嚟止痕嘅。咁佢有清熱解毒消腫去腐嘅作用。咁用法都好簡單，就係用適量嘅藥液用啲紗布浸濕佢，咁濕敷喺呢個瘙癢嘅地方咧，每次15分鐘左右，或者咧直接用一啲注射器或者沖洗器咧抽取呢啲沖洗液咧嚟沖洗。佢咧不含激素同埋酒精，溫和唔刺激。對於外陰呢種嬌嫩嘅部位咧，即使拗損咗紅腫滲液咧，都可以用佢嘅。佢咧唔會破壞呢個陰道本身嘅內環境。你記好未呢？